Hello，大家好，歡迎翻到嚟 Man 空 Tech 嘅 YouTube Channel。今集有個好消息要同咁多位 iPhone 用戶分享啊，就 iPhone 終於支援 WhatsApp 雙賬戶，意思即係話部機能夠用到兩個 WhatsApp 戶口啦。咁可能一個用嚟做公事，另一個用嚟做私事嘅。咁到底有咩玩法同埋注意事項呢？咁依家就同大家開始今集嘅詳細教學啦。其實 WhatsApp 雙賬戶並非咩新奇玩意，話說好耐之前 Android 版嘅 WhatsApp 已經支援呢個功能啊，咁當時就有條教學片啦，為 Android 用家而設，但 iPhone 呢就遲遲未有跟進，都唔知道點解，就令到一眾 iPhone 用家啦好妒忌 Android 嘅朋友啊，咁但係今集啦，有個好消息要同大家分享，就 iPhone 版 WhatsApp 終於加入翻呢個功能，咁依家就開始同大家今集嘅教學啦。講到一機兩號，相信大部分人以為就喺部機上面加入一個新 number， 但其實就存在住第二個玩法，咁大家可以按照翻你嘅需要啦作出決定嘅。咁今集兩個玩法都會同大家做晒詳細嘅教學啊。第一個就加個新 number， 註冊個新 account， 咁相信唔難明白。而第二個就係部 iPhone 上面登入另一個裝置嘅現有賬戶啊，咁就可以一個 account 兩部機同時睇晒啲 message 嘅。咁只不過在分享之前啦，希望大家幫手 like 翻貼片，訂閱翻 Man 空 Tech 嘅 YouTube Channel， 喺度再一次多謝大家一直以嚟對 Man 空 Tech 嘅支持啦。言歸正傳，今集教學正式開始。無論你選擇玩法1定玩法2都麻煩你將你嘅 iPhone WhatsApp 更新到最新版本。當你確認用緊最新版本之後啦，就進入你嘅 WhatsApp 對話主頁啦。咁你記得下面就有5粒掣嘅，而右下角就過往嘅齒輪就變咗你嗰張相啦，而寫住個你字。咁大家望下右下角啦，咁但我就將張相就變咗一個正方形嘅白色啦。咁喺個時候就麻煩你長撳一下右下角你嗰張相啦。記住係長撳而唔係短撳或者撳一下嘅。咁當你長撳之後啦，你就會見到喺下面彈咗一嚿嘢叫做賬戶，呢個功能係以前冇嘅。咁當你可以用到雙賬戶嘅時候啦，先至會出現。咁你見到第一個寫住啦，就係你目前用緊嘅 WhatsApp 戶口啦。咁有你張相，有你個名同埋你嘅電話號碼。咁而下面一粒掣叫做新增賬戶。咁喺個時候啦，就撳一下新增賬戶，就開始今日嘅正式教學啦。撳完新增賬戶可能要撈一撈嘅，咁撈完之後啦，就會出現呢個歡迎使用 WhatsApp 嘅頁面其實就同你買咗部新 iPhone 要安裝 WhatsApp 嗰陣係一模一樣嘅。咁你需要同意翻 WhatsApp 嘅私隱政策啦，同埋服務條款。咁當你確認之後，就麻煩你撳一撳下面綠色嗰粒掣，同意並繼續啦。撳咗同意並繼續之後，依家就同大家做玩法1嘅教學，意思即係話新增一個新嘅 WhatsApp 戶口咁如果你選擇註冊新賬戶嘅話啦，今日輸入翻你新賬戶所使用嘅電話號碼，咁大家就要 confirm 翻係香港啦，同埋加852。咁撳完之後就撳下一步啦。但係呢個時候啦，你就要確認一件事，就係個新 number 嘅電話卡啦，就係插落部電話，而且係開咗機嘅。一嚟緊係需要接收驗證碼先至能夠完成開戶嘅手續咁如果收唔到驗證碼或者張卡唔喺你身邊呢，咁我就幫你唔到啦。輸入新戶口嘅電話號碼之後，就會出現呢個畫面，就轉下轉下，寫住正在取得憑證，咁可能需要等翻10秒8秒嘅。咁等待完之後啦，就會出現呢個畫面叫你確認你所輸入嘅電話號碼係正確。咁呢個時候你就望一望個 number 啱唔啱啦。咁啱嘅話就撳右手邊嗰粒線進入下一步啦。咁如果發覺自己唔小心入錯咗 number 呢，就撳左手邊編輯，就輸入翻你啱嘅 number， 再做翻頭先嗰個 step 啦。確認輸入嘅電話號碼正確之後，就會出現呢個畫面，寫住正在傳送代碼，可能需要等一等嘅。咁呢個時候啦，就準備好入咗嗰張電話卡嘅電話，一嚟緊啦，你就會收到一個驗證碼嘅短信，入面就有6個數目字咁根據翻個短信嘅驗證碼，輸入翻落你嘅 iPhone 上面呢，就會完成新增賬戶手續。其實做法啦，就同以前你買部新 iPhone log in 翻你 account，其實係一模一樣嘅。
哇！咁快完成咗第一個玩法嘅詳細教學，廢話唔多講，立即開始第二個玩法嘅教學啊！咁同大家 recap 翻一次啦。第二個玩法就係登入另一裝置嘅現有賬戶，咁可能係另一部機上面用緊嘅 WhatsApp account 啦。咁嘅做法啦都好簡單嘅，咁去翻剛才 WhatsApp 嘅主畫面啦，長撳翻右下角嘅個人圖像，咁一樣都會出現翻呢個嘅頁面。咁啊撳翻一下新增賬戶啦，咁然之後就同意翻你嘅條款啦，但同意條款之後，你就會見到呢一個嘅畫面啦。咁喺度啦，你就唔好輸入任何個電話號碼，千祈唔好輸入你另一個賬戶嘅電話號碼，因為如果你咁樣做嘅話啦，你另一部機嘅 account 就會被登出，被你嘅 iPhone 所取代。咁相反啦，就望望右上角有3個點嘅。其實都藏得好隱蔽啊！咁大家見到綠色箭嘴啦，就指住咗。咁啊，撳一下右上角呢3點啦。撳完之後啦，你就打開翻登入咗嗰個戶口嘅另一部機啦，就喺嗰部機上面選擇已連結裝置，再撳一下連結裝置嘅。咁佢就會出現咗一個相機嘅頁面啦，可以俾你掃描 QR code。咁嘅時候啦，你部 iPhone 呢，其實就一早有一個好詳細嘅 QR code，但因為私隱嘅原因啦，我就將佢變咗白色嘅。咁正常嚟講啦，就係個完整嘅 QR code 啦。咁將另一部機嗰個嘅相機嗰度啦，就掃描翻呢個 WhatsApp QR code 啦，其實就可以完成登入嘅手續噶啦。順利登入之後，你部 iPhone 就會經歷一段幾長嘅等待時間。喺呢段時間啦，你部 iPhone 就會同步翻另一部機 WhatsApp 上面嘅對話內容嘅。但係留心翻啦，第二個玩法都存在住佢嘅缺點啊，就係因為啦，只能夠同步1年以內嘅信息內容，而非啦同步翻晒有史以嚟所有嘅交談嘅。咁所以用得呢個玩法啦，你就預咗呢部 iPhone 上面可以睇到或者 search 到嘅嘢啦，係相對有限嘅。咁當然啦，日後你都可以登出翻，咁就可以完結咗呢個關係嘅。今集教學大功告成，2個玩法都同大家做咗詳細嘅介紹啦。咁唔知道你會揀邊個玩法，都好快下面留言同大家分享翻啦。咁一部機能夠用到2個 WhatsApp account 啊，當然更加靈活啦，同埋更加方便啦。咁有時就唔需要陀2部機出街嘅。但有冇諗過其實一部機係可以做到3個 WhatsApp 賬戶，適合晒啲身兼百職嘅大忙人呢？咁做法都好簡單啊，就可以去翻 Apple 嘅 App Store 啦，安裝翻官方嘅WhatsApp Business， 咁就認住呢個 logo， 咁喺右上角啦有個加號嘅，咁安裝咗之後啦，咁 WhatsApp Business 啊就去安裝第3個 WhatsApp 賬戶，咁再加上剛才 WhatsApp 內置嗰2個 quota 啦，咁就能夠做到一部 iPhone 3個 WhatsApp 戶口啦。咁有需要朋友啦就可以考慮翻呢個玩法。今集分享暫告段落，非常之多謝大家收睇。最尾分享多一集啊，過往好受歡迎嘅 WhatsApp 教學啦，就係自製你自己嘅 sticker， 咁你提供翻一張相俾佢啦，就可以好快裁剪啊，同埋設計出一張 sticker， 就可以周圍同大家分享嘅。咁未睇朋友啦，都好歡迎翻去參考翻啦。咁今集就嚟到先，非常之多謝大家嘅支持啊。咁唔知道大家覺得今次 iPhone 嘅新功能實唔實用呢？幫唔幫到你手？或者使用上面有冇遇到咩困難或者阻滯呢？都歡迎下面留言啦，就同我哋提出翻，等我哋一齊去討論嘅。咁啊，其實與此同時呢 WhatsApp 都有個新功能叫做翻譯嘅，咁就可以事先啦就安裝咗一啲語言包啦，咁日後就可以將人哋嘅 message 翻譯成你睇得明嘅語言。但係目前呢，只係支援簡體中文，就仲未支援繁體中文嘅。咁我試玩過，咁等佢正式支援繁體中文之後啦，我再同大家詳細分享翻入面玩法同埋巧妙位喺邊啦。咁簡單啲講啦，就分做2個嘅玩法嘅。咁第一個就翻譯個別信息啦，變成你睇得明嘅語言；而第二個做法啦，就可以對於特定嘅聯絡人，以後所有去 send 俾你嘅嘢啦，都自動翻譯成你睇得明嘅語言啦。咁等佢推出繁體中文之後啦，到時再同大家分享啦。講到呢度，希望大家幫手俾個 like 咁呢條片，訂閱翻 Man Home Tech 嘅 YouTube Channel， 喺度再一次多謝大家一直以嚟對 Man Home Tech 嘅支持啦。